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27个本土病例，有17个人死亡，屏东又搁增加一个，嘛是甲确诊者坐共车的病例。政务委员陈凤设计的疫苗注文系统今仔开始试用，日本送的第2批 AZ 疫苗7月会送来台湾。华南市场协会3日今仔开始做生意，指挥官陈市长跟台北市长郭文德前后到市场视察。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7个本土病例，带病入境的有2例，17个人死亡。疫苗注文的系统嘛伫今仔开放试用，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是27例。那有2例境外移入，那死亡的个案有17例。那今天所跟大家新增的屏东县这个个案是15184，是跟这个都是跟这个14298他们一起共同在6月20号泡茶。华南筛检站它对于周遭的做筛检，那总共筛检了964人，那阴性的有961人。那阳性的有3人，那不过有2人是旧案，会先从这个离岛外岛开始先试行登记，然后7月8号离岛外岛开始试行预约，总共到2点的时候有834780人有来登记。关于这个7月12号以后相关的一个作为是怎么样？在怎么样的一个管制的情况之下，能够做这个相关的所谓的内用外食的这一部分做某一个程度的放宽，那是现在目前在规划的一个方向。政务委员陈凤设计疫苗注文系统针对澎湖、金门、跟马祖3个离岛试办，对象是第9类可能增加感染甲疾病严重风险的罕见疾病佮重大伤病者，佮有第10类50岁到64岁的民众，对早起10点网络开放注文。国内新冠疫苗小连续送来台湾，要安怎分配甲注疫苗，一直引发各界讨论。由陈凤政委设计的新冠疫苗注文的系统，初6早起10点到初7下晡5点，互住伫金门、马祖、澎湖第9类甲第10类的民众试办注文注疫苗。在金马澎是已经达到这个启动条件，他们的9类都已经在施打了。你的户籍地是在金马澎，或者虽然你的户籍地是在台湾本岛，但是你是实际上是居住在金马澎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登记。陈凤表示，注文的系统是要取代纸本列名册，只要第1类至第8类的人注疫苗的比率有够额，就会启动这个预约的平台。上紧7月13就有机会会当注文，开放予第9类，也就是18岁至64岁，带有高风险疾病、罕见疾病或者是重大伤病的人，也佮有第10类50岁至64岁的人来做注文。系统的流程分做4步，头起先是意愿的注文，接落来是1922的专线会发简讯，和登记有意愿注射的人。注文了后，民众就会当经未来1礼拜要去倒位注疫苗，也佮有注射的时段，上尾就是注疫苗。只要您是在9类、10类的定义里面，那你就可以来登记。我们目前名单只排除打完2剂的，所以你的第2剂的意愿也可以来这边表达。民众意愿的登记结束了后，若是有符合预约资格的人，就会收到简讯。民众会当去1922的网站，或者是用健保快易通，选择希望注射的地点或者是时段。若无读卡机操作无方便，嘛会当摕健保卡去超商、药局、卫生所插卡来注文。若要修改注射的地点或者是时间，嘛拢会当做修改。若是注文了后无去注，就要延后再个注文。如果那一天你完全都没有办法到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你要等再下1周才能预约，再下1周才能施打。因若疫苗预约系统开放了后，3个顶有慢性病的民众敢会当注？指挥中心表示，有纳入第9类高风险慢性病的病人，包括糖尿病、大块、高血压等的疾病。患者过去1年捌去病院，主要的诊断若有拄则讲到的病史，就会当使用预约的平台来注文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要送咱的第2批113万剂的 AZ 疫苗，会伫7月送来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感谢，
另外，鸿海永龄基金会阁有第一单要买 BNT 辉瑞的疫苗，中国各台办又阁强调讲，上海的核心集团是咱台湾唯一会使买到疫苗的管道。疫苗进来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报告了哈，那大概也很近了。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初5记者会讲，各会有疫苗会来台湾的好消息。组织代表谢中定嘛伫人面册铺文讲，相关的文件已经传好势。初6早起，日本外务大臣吴木彬昌就伫记者会当中公开宣布，第2批追加供应予台湾的 AZ 疫苗，拢总113万筒，就会伫这个月初8送出来。先般申し上げました台湾への第2弾となりますワクチンの供与につきまして、所要の準備が整いましたので、明後日、7月8日にアストラゼネカ社製ワクチン113万回分を台湾へ空輸いたします。更感谢在全球争取疫苗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日本都在的给我们及时雨送我们疫苗，非常感谢。第2日，台积电甲鸿海永龄基金会传出已经甲中国上海复星医药集团签署采购 BNT 疫苗。中国各台办初5发声明讲，希望台湾的民众会当量早注到疫苗。不过另外一方面，佫讲上海复星集团是台湾地区买到 BNT 疫苗唯一一个买方。佫讲已经甲海外几千个台湾的民众安排出中国国产疫苗，或者是外国的新冠疫苗，地点包括泰国、缅甸、越南等等的所在。中国在这种时候却还要来收嘴，还要贬台湾成为地方的区，同时还在那里谈政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台湾人民会对中国反感。我们希望我们的民间团体的这个采购可以顺利，中国政府实在是不应该去太多的指导。日本送予台湾的 AZ 疫苗113万筒，就伫要送来台湾。也那 BNT 疫苗传出上紧伫8月底9月初开学进前送来台湾。即马疫苗小连续送到位，注的对象嘛渐渐放量甲扩大当中，希望当提悬咱国内注疫苗的比率。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27个本土病例，有2个境外，17个人死亡。台北市14例上济哦，新北市是有11例哦。目前哦，咱屏东阁有彰化拢是1例哦。目前咱台湾的总病例数嘛已经超过15000例。目前的疫情是有较缓和，所以大家爱个继续打拼。咱再来看华南市场，因为社会事件休困3日，今仔开始做生理哦。早起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阁有联合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台北市长郭文德，阁有副市长黄珊珊，拢有去市场视察。陈市长哦，甲郭文德是前后到现场，两个人是无见到面哦。陈市长嘛，呼吁大商讲一定爱经互调，防疫做好，生理就会愈来愈好哦。初8会阁做一届大规模的 PCR 的体检。关南市场休市3天了后，初6号市为副部长陈时中联合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共同视察防疫状况。陈时中表示，即马反啊真辛苦，生理受到真大影响，一定爱强调的。生意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不过真的要拜托大家一定要撑住。那建设的一定会越来越好。现在在周边的不管它的一个采检看起来这阳性的比例也越来越低，加上适当的管理，那我相信这个疫情下来，大家生理也愈来愈好。关南市场复市了后，人流降载，初8也伫关南市场6楼大规模体检 PCR， 初6、初7是伫双园国中。一些摊商没有来的，来不及来筛检，今天、明天都还可以筛检。那8号可以在这边做大规模筛检，至少8号以后的 PCR 才能进出。那接下来就是昨天有跟警长讨论，15号以后会用疫苗的证明进出。陈市长离开了后，开完防疫会议的台北市长郭文德也来到关南市场，两个人一前一后无拄着面。关南市场主治会长林庆东也强调，市场静置3天了后，拢是清气的，无病毒，希望消费者会当来关南市场。无生理，大家拢早收，这拢早收的啦。这不是风的，这种早收的啦。无生理也有人买来啊。
无行李就歹来啊。针对于搬运港顶人流管控，关南市场主题会采取分层分流，搁以制服蓄水来辨识，万有情况拢会当加速掌控甲应变。工作人员也严格执行挂吹安甲平达、降低人流、甲动线分流，落实健康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要求讲，7月初7开始要出入北农哦，拢爱有通行证，也是讲7日内的 PCR 阴性的证明。7月15以后，就爱做过疫苗，也是 PCR 阴性证明哦。也毋过，屏东的业者真烦恼讲 PCR 的费用真悬，因走一撮货物嘛无够通付哦。也毋过，屏东县政府是表示会来提供业者公费的采检。高雄市政府嘛强调讲，伫6月底之前哦，就已经帮有甲北农企接的人员，大约有111个人做过疫苗咯，因的出力是无问题。一袋农产品扛起哩货车顶管，准备送去北部。北农大部分的农产品来自中南部，但发生群组感染了后，北市府要求7月7号开始入市场的，爱有通行证，也是爱有7天来 PCR 阴性的证明。但 PCR 自费采检一道爱5000块，互屏东的业者感觉袂好。我车子一开一上去，一天就是在上面，一天就是要回来。啊，你回来，你如果又不载货的话，空车回来，基本那个薪资换算就根本就不划算了。在 W 字都在3月有诶无诶，对无？咱因都在工时有诶无诶，系啊。咱你安尼造成阮的困扰。屏东甲北农有来往的业者，大多数是拄啊发生存旧的时阵采检的，到即摆已经超过10天，变成想要去北农倒来重新采检。屏东县政府今日讨论了后，决定重新开放3个采检站。我们又重新启动，针对北农专案。做一个公费的一个筛检哈，那我们再帮这个我们的这些货运的司机哈，还有这些物流业者哈，来做免费的一个造册的一个筛检。同款甲北农有运输来往的高雄，农业局表示目前无出入的问题。在6月30号之前有接连的3波，我们完成了111位货运司机跟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接种，所以这一些司机跟第一线工作人员只要持接种的黄卡，就可以进出我们北部的开卖市场。高市府伫北农发生群组了后，就扣人采检相关的人员，这寡人目前拢有北农的通行证，因为已经做疫苗啊，所以7月15号了后，买当凭疫苗的黄卡出去北农，袂对产销运输造成影响。记者陈焕武、面朝县高雄屏东报道。国产疫苗公司的股价最近是拢起袂少，有立委今仔开记者会，质疑讲高端的股价一年起13倍，减掉嘛当咧查哦。立委是认为咱台湾对炒股票的处罚上过轻啊，或淡薄仔钱就会使解决，这应该爱检讨。不希望只是最后都是一些假的消息，当然也让它暴涨暴跌也是不对的，对于我们的投资人哈，所以这些点哈是我们今天非常真的关注的一个点。如果就一些个案的部分，它如果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炒作，或者是导致价量异常的形式，他们就会依照规定办理。那如果检调有侦办的话，我想 OTC 跟交易所这边也会积极配合检调来办理。还是尽量以这个公开资讯观测站上面那这个公司有正式发布的讯息为最后的一个依据，这样子。那上面正不正确，这个当然我们一定都会去做查证。制成疫苗成体。金管会强调讲会配合检调的侦办，柜买中心嘛表示，将对国产疫苗公司发布的重大信息，一定会查讲看敢有正确。立委是希望讲会使来修法。再来看头一帮飞去管道要注疫苗的班机哦，今仔早起9点出发。旅行社业者是表示，大约有90个旅客7成以上拢伫50岁以下。大部分的人哦表示讲，因要注需要注2档的莫德瑞，还是辉瑞，并无选讲只需要注1档的江森疫苗。有着行李箱一套早桃园国际机场航站中型航空柜台客满开票的旅客，咱国民众去关岛做摇票，首班直飞航班，早起9点起航，有计当地时间下昼2点55分到达。有3个人，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完2剂才回来，没有加吃的话，就是目前已经到22万了。我们待1个多月。不能用划不划算，我觉得这是值得啦。这趟4个人，1个人旅费就是住宿加机票的话，不含个人开销，1个人大概10万块，5天打第1剂。目前是以考量台湾现有第2剂疫苗的，我们是选莫德纳。旅行社业者表示，
旅客出发前都已经先选好买主疫苗的种类，原本就是只需要做一档的胶性疫苗的是首选。也毋过分析结果，38%旅客选择莫德纳，34%选择辉瑞，23%选择胶性，有3%旅客无买主疫苗。施打这个辉瑞跟那个莫德纳的比例比 JJ 还高，这个确实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应该也会是跟旅客对于疫苗的这个信心度的判断有关。另外，旅行社分析去关岛做疫苗首发旅客资料，发现青年甲中壮年较侪，49岁以下占73%，尤其以20至29岁甲40至49岁是上侪。研判是因为做疫苗排序较后壁，希望会当提早做疫苗，也是因为公务需求爱定出国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昨伫一场演讲讲中国若侵犯台湾，日本会依照安全保障相关的法规，使用集体自卫权，嘛强调讲美国甲日本必须做伙防卫台湾。学者分析是指出讲，伫美国主导，日本甲其他的民主国家嘛已经形成抵抗中国的联盟咯。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5号伫自民党众议院募款会演讲的时阵表示，也是中国侵犯台湾，都是甲日本有密切关系，其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日本的认定是存亡危机事态，会当来行使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并且美国甲日本爱做伙来防卫台湾。长期关心日本的学者分析，日本最近是愈来愈挺台湾，主要是因为美国对着台湾的支持态度，另外也是中国侵犯台湾，对着日本的经济甲军事嘛有重大影响。美日甚至是台日应该要一起防卫，不只是岸信夫在说。那现在呢，又把层级提高到那个副首相，从经济上跟军事上来去拉拢台湾。这个周边有事就变成是台湾有事，这个就是一个日本战略侵袭。某国际战略学者分析，日本支持台湾嘛，反映出美国主导之下，包括到日本在内，甲中国对抗的联盟已经来出现。尤其是在这个民主社群里面、民主国家里面，这个对抗的基础已经慢慢在形成了。那过去比较不确定的是印度。但是印度因为受到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这个压力啊，所以他慢慢已经这个比较肯定的要跟美国共同来这个合作了啊。林文成强调，美国、日本连续透过管疫苗，各项公开动作来支持台湾，嘛代表台湾对着美日同盟，有美国印太战略来讲是真重要的角色。记者张志雄、谢振林台北报道。来看英国首相 Johnson 初五宣布讲，英格兰地区的第4阶段解封会照本地计划伫7月19解除封锁，民众唔免阁挂喙暗，嘛唔免保持社交距离，会使开始恢复正常的上班哦。也毋过英国逐工拢阁有未少新增加的病例。Johnson 宣布解封，嘛引起在野党阁学者专家的质疑。We will change the basic tools that we have used to control human behaviour. We'll move away from legal restrictions and allow people to make their own informed decisions about how to manage the virus. 英国首相强生初五表示，因为有注疫苗的关系，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甲死亡的人数有降低。第4阶段也就是上尾一个阶段的解封，会如期为19开始，伫英格兰地区施行。到时实施16个月各种的防疫措施，亲像是挂嘴暗、社交距离、聚会人数袂当超过6个人，还有伫咧厝内做工课等等，拢会全部取消。体育、甲音乐各种的大型活动，袂阁有人数的限制，夜店嘛会当重新营业，长照机构的访客的人数限制嘛做伙来取消。考虑到逐工新增加感染的病例数，要是以增加人的速度持续增加当中，每2天的数字就会增加1倍。按算一个月，还阁会欠关到1天5万的病例的程度。强生宣布5个甲病毒共存的重点，包括40岁以下注2档疫苗，加时间为14礼拜缩短到12礼拜。安尼到9月中为止，18岁以上的人应该拢已经注2档的疫苗啊。另外，边境管制的措施、甲病毒的体检，还有自我隔离的系统会持续来执行。感染的数据的监控，还有紧急应变措施嘛依次无改变，防范寒天的高危险期。强生的解封计划，洪认为讲对经济重新恢复有帮助。不过，公共卫生官员甲科学家是抱真谨慎的态度，认为讲无国强制挂喙暗甲保持社交距离是真危险的。Of course, we want to open up. Of course, we want to end these restrictions. We want our businesses to be up, fully running. We all want that. But to throw off all prot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s reckless. 也若强生去互记者问到讲，伊家己敢爱继续挂喙罨？强生讲，伫咧人较侪场合，考虑到礼貌，伊会挂喙罨。嘛有参加记者会，英国首相医疗官惠体表示，伊家己伫咧户外或者是人较侪的所在，伫咧主管机关的要求之下，或者是会造成其他的人无爽快的情形之下，考虑礼貌，伊嘛会甲喙罨挂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南韩哦，南韩目前等个甲辉瑞 BNT 跟莫德纳这疫苗厂商协商哦，伊要买11档的疫苗。南韩对初5开始哦，嘛针对头一档注 AZ 疫苗的人，因第2档会使来选注辉瑞的 BNT 疫苗。另外，最近澳洲的疫情又搁压起来，疫苗无写到，真侪民众是小济要注疫苗。南韩自初5开始有几多项自有风险的新措施，包括有风险南美拍为时大人甲必要行业的工作者做。伫迄天，第1期自 AZ 有风险的人，第2期会当改自辉瑞 BNT。伊若顶个月就资格做嘅19万7000位60到74岁族群，也有11万位30岁以下必要行业的工作者，譬如讲军人甲警消人员，即马拢会当做。因为疫苗无够，所以是传到即马。路透社报道讲，伫目前南韩当局正是伫甲包括辉瑞 BNT 也有莫德纳等 mRNA 疫苗业者等待港的消息。 특히 mRNA 백신과 관련해서 한국은 지금 당장 10억 도주 이상을 생산할 수 있는 생산 설비를 갖추고 있습니다. 백신 개발사, 파이자나 모더나, 이제 독일의 큐백이나 바이온테크 이런 회사들이 路透社向药厂查证，辉瑞 BNT 古早评论，莫德纳甲 QVAC 是无回应。辉瑞发言人表示，因公司正努力伫咧强化疫苗的供应链，但南政府无讲国内有多一款药厂有能力随生产 mRNA 疫苗，严格会当看出南韩正计划朝向疫苗生产大国的方向行。 抢注疫苗的情形，为属敢若是电影《饥饿游戏》的情形。澳洲的新南威尔斯伫初5一天新增加确诊35例，民众大家抢买注有风险。不过因为政府是规定AZ或60岁以上疫族群组，不过真侪人想要有约辉瑞 BNT， 所严重无够。Choice of AstraZeneca has had its challenges, and Pfizer supplies haven't been great. I fear that. We now have almost a sense now of the Hunger Games of people chasing vaccine. 澳洲当局采买辉瑞 BNT 决定了先化，再加上全球的供应短缺，注射计划怎么强要停落？澳洲的人口2500万，目前只敢若7.2%的人口完全注过有风险，伫咧已开发国家内面排名正后壁。公司新闻吴伟玲报道。 再来看一礼拜前宣布为着被卢森堡总理贝特尔测试住院治疗，团队是表示哦，总理目前的情况正严重，也毋过阁算稳定。卢森堡政府初5证实，前一天断气的总理贝特尔确定将留伫院观察2天到4天。贝特尔是伫咧随时带入去病院。 被诊断出血氧浓度无够，医疗团队采取预防性的观察治疗，因为伊会继续协助政府运作远距办公。目前伊的情形是严重，但是稳定。消息来源讲，贝特尔即马人会喘，也毋过无插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伫推特大文祝伊早日恢复。 Her support and her wishes of speedy recovery for the Prime Minister of Luxembourg, who's a very dear colleague from the European Council. But of course, we hope to have very rapidly good news regarding his health status. 48岁的贝特尔本来是按算7月初1要注第2剂预防针，伊第1剂是伫咧5月初6注的，注的是 AZ 预防针，即马煞确诊，而且伊伫咧6月24、25、2天有去布鲁塞尔参加欧盟27会员国家领袖。 峰会，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克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拢有参加。贝特尔伫咧会后无到48点钟久就发烧、头痛，体检是阳性，不过因为情况正轻微，而且是自主隔离，一直到初4才断医。伫迄当阵参加峰会各国领导人拢无传出确诊。有一位欧盟官员讲，会议现场规定爱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感染风险相对较低。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国内消息哦，德尔塔印度变种病毒目前伫全世界传，台病今仔早起开记者会来解释这种德尔塔病毒的特性哦。研究是指出讲，德尔塔印度的变种病毒是比英国的变种病毒愈高小的，为着被重症的比例嘛较悬，只注一档的疫苗保护力嘛是有限。
看起来打1剂的时候呢，对预防印度病毒株造成的一个重症的感染可能是有效。可是对于造成有症状感染的比例，可能1剂可能是不够的。那这样子衍生的结果，可能就会造成说，如果 Delta 病毒株在继续传播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各国在一个公共卫生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威胁，或是医疗体系的一个 loading。目前外界嘛正关心讲，目前咱国内体检的方式，敢会当找出 Delta 变种病毒？台病医是表示，伫英国的做法是伫 PCR 检验的时阵哦，特别来看敢是 Delta 病毒。也毋过目前咱国内使用的 PCR 检测是无法度来检验印度的变种病毒，所以就爱另外伫实验室来检测。再来看天气真热吼，猪仔大了较慢，供应嘛变少，造成咱国内猪肉继续一直起。芬林肉片市场本地是认为讲过5日节了后，猪肉平均1公斤应该会当落到80块以下，也毋过昨1公斤嘛是搁爱85块。民众一个再来到菜市仔买猪肉，明显感受到猪肉价格搁贵一寡，因为近期受到天气热影响，猪只生长速度较慢。但因为全国防疫持续3级警戒，真侪餐厅暂停内用，猪肉摊商讲买去平平。这贵咯。好，因为最近讲量较少啦。系啦，你讲起价嘛起。昨天嘛贵啦，猪仔贵啦，是阮利润薄啦。云林肉品市场表示，今年初嘛有猪仔囝落屎疫情影响猪量，虽然全国防疫维持3级警戒，真侪民众第一次料理煮食，互冷冻的猪肉加减需求济。但猪源供给少，拍卖维持关价。5号全国猪肉平均价小每公斤85块。可能临时它会取消那个拍卖的时间，有可能会休市个1-2天，那导致从产地这边，然后到消费端整个供需市场的投诉会比较难掌控，导致这个猪价上涨。云林肉品市场表示，目前已经针对第一线工作人员。和经销商等360位的人员做测，6号会完成施拍疫苗，要加强防疫，和肉品市场正常营运。至于后续猪价什么个月来起价，阁需要看疫情的状况来定。记者为您报道。再来看苏花公路3月10日，有一台游览车去弄到山壁，造成6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宜兰地检署的调查今仔结案，表示讲游览车伫发生事故的时阵无任何的故障哦，所以是以过失致死定罪起诉这司机。本案呢，车辆的刹车、排档还有离合器系统在案发时的时候是可以正常操作的，游览车没有任何的故障的这些情势。但是被告在限速时速40公里的这个事故前的这个弯道啊。它没有降档，而是以5档的高速档持续的来行进，而且呢，以时速45公里以上的这个速度超速行驶。警方根据行车记录器经资料调查指出，这个姓尤的司机伫限速40公里事故至前一个西弯超速，后来要放慢速度刷新5，拍速拍唔到位哦。伫事故发生之前，车速有50多公里，最后是挡袂牢，去弄到山壁。再来看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去年行路煞去互汽车弄到，也毋过因为警方认为讲，伊无行伫斑马线顶头，嘛开红单，这个检察官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无违规，撤销这个处罚。一对母仔囝行伫斑马线顶，互正我的汽车直接弄到，像这类路口行人，互车弄到事故常发生。伫去年7月，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经过台北市路口的时阵，互汽车弄到伤，却颠倒遭到警方认定伊无依规定行伫斑马线开罚300。陈宏达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撤销罚单，专案会当上诉。行人没有行走在行人穿越道的标线上，并不必然一定违反交通规则，而且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具体可容许的距离范围是多少。那依照现场的搜证影片，行人并未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方，故依法举发。那经交通部解释，行人未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面，是否得认定为行走于行人穿越道，可依个案事实认定。故本大队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
台北地院合议庭指出，虽然道安规则规定民众过马路爱行伫斑马线，也毋过无代表双脚一定爱踏伫斑马线，才符合规定。应该爱看具体情形认定。东风台过马路时阵已经靠着斑马线边缘咧行，所以认定无违规。对此，东风台表达感谢，更加呼吁警方毋通破烂裁罚。严谨在执法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到法律的精神。如果说画错重点，真正该去裁罚的这个重大违规放任而不管，反而是对于被害人补上一枪哈。我想这个是有一点泯灭人性。东风台讲，已经几啊摆依法申诉，拢无得到采纳，才不得不提告。佮强调，警方交通执法爱看公平性甲合理性，对人民真情诉求毋通当作无看。毕竟一般人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无一定有能力平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6点外，台中市潭子一间50多年的厝放起哦，有2个人伫厝内，后来消防救受甲人救出来。附近的民众是讲哦，早都有听到壁有出一寡怪声，今仔就雄雄放起，实在是真恐怖。两一个斗大声，规条巷仔迎碰碰。台中市潭子区潭子街2段，一间老民体6号透早6点左右雄雄倒去，一台轿车当场去地咧下骹，现场也有人受困。当时的状况就是听到遐物件，听到遐有个声，啊在落壁。后来我出来是看已经边仔已经拢房仔拢已经土角拢落来，房仔强要拼落来。倒去的是一栋50年有龄的土角厝。住户蔡先生拄好早起来运动，亲目睭看到，赶紧救出受困厝内的太太。但是隔壁住户的状况更较歹，毋但是楼骹客厅壁放起，伫咧2楼一对母女无法度家己脱困，只会当等待消防队来救援。老太太跟小孩还困在楼上，然后就是需要我们把他救出来这样。然后我们去现场看以后是看到那个10号的房子有往12号那边倒塌啊，所以12号那边没法进出。所以后来我们就架那个双阶梯到2楼，然后把他们那个母女给救下来，这样子。就6点，我老公去叫我，然后我就下来看，房子就倒了。怎么会这样子？我不知道啊。你那时候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没有，因为我熟睡中。倒去的厝周围拢抽封锁线，区公所早起10点派员清除现场的土角，台电的人员也来为民体断电。蔡先生讲，厝倒去的前一天有小可声音出现。昨就感觉有问题啊，拢有听迄土角咧落，这个土角的物件，因为无掉啦，一定会放的啦。放的迄种靠铁惊的。为了惊厝有危险，社会局目前已经赶紧来安置2户住户。另外，建筑是毋是有违建，也有倒去的原因，市府当伫咧调查当中。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过来疫情发展好哦，一寡夜市嘛开始排单。华人东大门的夜市嘛望讲会当解封，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会依照以前指挥中心的规定哦，所以暂时无要开放。这是花莲东大门夜市的原住民一条街，前县府宣布进入3级警戒了后，就暂停营业。100外个单已经过半月无做生意，大家拢希望7月12会当顺利解除封锁。尽快的去做开放啦，因为我们已经有1个半月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根本没有任何的收入。希望夜市可以微解封，然后多多少少可以做一下生意。真的很多人讲的，我们没有被病毒吓死，我先饿死。县长徐正伟表示，防疫都要全国共心，别若出现防疫空棚，这个风险大家是受当袂起，所以请大家较有耐心、较忍耐的。离7月12号没有几天，我们再忍，等待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对于我们3级警戒解封，我们就来启动。虽然大家拢在期待解除封锁，不过花莲观光产业也是烦恼短时间内无虾米观光客，所以县府调集各观光产业来研究奖励方案，用补助的方式来吸引观光客。我们比照去年的这个安心国旅以及经济部的这个振兴3倍券，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那今年我们就提早来部署。县府表示，到7月为止，花莲已经17天1期连确诊，目前相关的景点拢有做好清洁甲消毒，也有整备的工课，就等中央宣布解除封锁，就会当随开放。记者综合报道。
顶礼拜六、礼拜哦，台东的三元海水浴场有民众要去海边佚佗，互岸边的救生员阻止。台东县政府表示讲，三元海水浴场呾整修好，佮还未正式对外来开放。佮加上目前是三级警戒的期间哦，民众上好唔通出门拍拍照。顶礼拜六，台东县三元海水浴场的救生员发现有民众弄离步道，准备要行去海捕。救生员随即放离，才拄啊放离集团的民众，佮有集团民众弄离外，救生员佮再度放离民众。平日的话，大概会有2-3组客人，那假日的话，就会有5到6组客人这样子。台东县三元海水浴场伫县府以6.29亿买回来美丽湾度假村了后，原定伫今年的7月买成整修好前往海捕的步道，免费对外开放。因过拄着疫情3级警戒，所有5路场所暂停开放。三元海水浴场也配合延期开放。县府伫步道出入口也装铁门，因过也是有民众开门弄入来。我想民众大概是有点迫不及待哈，因为我们整个山园海水浴场。我们大概已经都整修完毕，但其实我们在下到海水浴场，我们有一个楼梯，那个楼梯其实我们是有做一个门，那个门目前其实是上锁的。有评分讲，其实三元海水浴场4号位也有其他小路，虽然叫去封锁线，也不真歹约束民众到海捕。官府呼吁民众，目前中央疫情管制还未降级，请游客搁检台，一旦违反防疫规定，弄离海水浴场可能会受罚。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哦，真侪公司拢放无薪假、无头路的人嘛愈来愈多。伫屏东就有农民哦，接目前无头路的乡亲斗阵来采收金银花哦，望讲会使加减赚一寡所费，嘛讲大家互相斗相共来度过这个难关。有白是讲毋是个花蕊，人讲金银花，也有人讲香花，是汉药内底会当促进代谢、提升抵抗力的药材。疫情期间，真侪人会泡茶来啉，调养身体。毋那安尼，因为采收金银花真重人力，嘛有农民借这个机会，互暂时因为疫情无石头通做的民众来遮猛赚所费。疫情怎么去工作？因为这些是需要高能力的那个，刚好我们派上用场。因为疫情而暂时停止上班的民众能够有这些就业的机会。即马全国防疫3级警戒，观光旅游总得取消，人客禁止伫咧餐厅内底食食，国内国外航班嘛大减少。有真侪原本咧做导游、做服务生，伫机场内底食头路的民众，嘛拢来咧斗办金银花。之前是在桃园机场在从事相关工作，疫情的关系，那目前就回家待业，在外面工作，他也不好找这个工作，对家庭多多少少在经济上面还是有一些支撑的作为。疫情期间，人就爱互相扶持，渡过难关。农民黄英是真欢喜，会当提供工作机会来帮助到有困难的人，也希望伊种出来的金银花会当对防疫有帮助，通好赶紧恢复英国的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信义乡的葡萄已经开始采收哦，也毋过今年伫葡萄的当时的时阵哦，煞去拄着落黄霜雨，佮加上后来天气真热热，葡萄的产量甲计数加减有受到影响。乡长嘛讲哦，虽然葡萄的实质还差一淡薄啊，也毋过甜度佮品质嘛是改善。葡萄园果子满满，虽然是高达期，但是并无造成葡萄减产，但是葡萄转熟期。拄着足侪工的霜梅啊雨，互葡萄的生长产生变化，农民感觉足无奈。强调葡萄也是足好食的。那我们新义乡的葡萄的特色就是它的果肉会比较紧实，也就是比较有口感。那甜度都是介于16度到20度左右，甜度非常的甜。但是现在又适逢雨季，那连续的一个下雨。造成一些葡萄的生长发生了一些的障碍，也就是可能在着色上会不完全。信义乡的葡萄已经大出，伫咧7月中产量上多，因为气候甲病虫害影响，造成产量愈来愈少，但是品质依然是上好。以目前来讲，价格好的、品质 OK、品质好的等上级货价格还不错。次级品
因为雨水多，次级品变多，变成它的价格，次级品的价格就不好，不好的话，变成农民的利润收获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公所的网站，能够再把我们新乡的葡萄能够再推广出去所以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多多利用我们新乡官方的网站，能够更了解我们新乡的葡萄。受到疫情影响，农民无法度伫产地甲葡萄卖互游客，希望乡亲会当尽量来注文，帮助农民渡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摩仔收成嘛是真好哦，因为生长甲采收期拢无拄着落雨，嘛无啥物病虫害。也毋过因为收摩仔过程是真高工，人工的成本是真悬，所以这几冬来嘛愈来愈少人去种咯。日头赤炎炎的6月天，是摩仔收成的季节。农民伫咧摩仔园内底收成，今年受到雨较少的影响，摩仔蓝白几率较少，普遍收成袂歹。种摩仔的农民差不多有2分地，希望今年会当收成100到150斤左右。依天气这样来看，今年收成应该算不错了，因为它没有下雨的话，那个开花结果都很均匀啊，像那个结穗什么都很漂亮。这种的品种是最好的，它这样子结穗，你看从这里这样，我一放掉它这折断，你看很重啊，这样结穗结得满满的。收成了后，摩仔徛徛拍，泡了咖啡色了后，用人工掰开，看到乌色种子落出来，了后搁爱筛选，高工采收，人工成本悬，互种摩仔农民愈来愈少。力不足，年轻人不做。都要靠外劳，因为都要人工的啊！你看我这样割啊，还要拔草啊。现在年轻人不做了啦，那机器化的那水稻都不种了。你看现在水稻都机器化，我们以前还穿着短裤在收草嘞。我有看过，他们也用机械化在采收，也是机械化种，但是那个面积要够大，要够平。像我们这边的田是高高低低的。它机械那么大，要上上下下不方便。农民嘛讲，虽然农业足多是机器代替人工，但是种的面积少，土地无平，也只会当透过人工慢慢啊采收。台湾大部分的摩仔拢是进口，在地出产的乌摩仔只有0.3成。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因为疫情，劳动部推出安心即时上工哦，提供17000外块，也毋过有25000外人来登记。后来劳动部又搁推出讲辅导民间团体上工的方案，却拢无任何民间团体来申请。兼职教师做线工的族群，有不少人伫疫情期间拢无头路，也无收入。劳动部推出安心即时上工的计划，1点钟有基本工资160块，一个月上侪会当赚12800块。不过工作机会实在有限，到初二为止开出17563个工作机会，登记的人数煞有25890个人，而且目前上工的人数敢若有3490个人。今年由于资格放宽之后非常的抢手，但是呢，目前的上工人数呢只有3490人，在执行的进度上呢有稍稍的不足。安心即时上工佮放零申请资格，聘用的时间也为6个月延长到1冬。劳动部希望透过民间团体提供更较侪工作机会，佮提出补充版的辅导民间团体即时上工，工资和即时上工同款，不过敢若当聘用3个月加3个月，推出1个礼拜，煞无半个民间团体要来申请。这个请起来只有3个月，也没有，假设说也没有很简单的话，他就会觉得难。那他想帮地方的民众或者是社区的居民也会退却。劳动部表示，初6已经有3个团体提出申请，真正要70外单位要来集结。劳动部强调讲，申请的表格是搁较简单，接落来也会针对捌申请过多元培力计划的单位，主动联络因来提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双北市有10间中医诊所，对初7开始要透过视讯来帮民众免费来看病哦。望讲会使加减来分担目前病院的压力，嘛来看顾病人。疫情咧看，民众若是讲有确诊，上介少还佫有10外天的时间，拢无法度自由活动。
不如果若是确诊无症头的民众，一般的医疗是袂正积极来介入。安尼嘛，有患者伫隔离的期间，对家己的身体状况会感觉真犹豫。台北市汉药商农业工会这个单位调集双北10间汉医诊所，从初7开始提供视讯义诊的服务，希望会当陪伴来支持患者来甲因斗相经。在早期，中药在治愈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成效。那么我们自古到今也并不是没有经过瘟疫。那么也有许多的瘟疫，那么中药在治疗瘟疫方面，其实也有它一定程度的帮助。中医对抑制病毒的复制、病毒的黏附有很大的特色。视讯义诊限定 PCR 确诊阳性，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也是讲 PCR 检测阳性来转阴性，拢着爱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提供免费的中医协助。诊断了后，亲友嘛会当家己斗摕药啊。万不离患者若是有困难，嘛有传防疫专车，会请专人甲送去防疫旅馆。病人他一定是困难出来，但是他的亲友可以代替他来诊所拿药。那当然就是会以这样为主。万一这个还有困难呢，会有防疫专车送药。伫个视讯的音幕内底，中医师会当来看这个患者的喙齿，也是讲听伊咽喉的声音、呼吸者症状来了解病情。工会讲，已经有患者伫个食汉药了后，新冠肺炎的病情有豆豆啊较好啊，安尼嘛有患者这落摇摇白的心情会较安踏。义诊对7月初7开始到8月初6，煞1个月，希望会当互患者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中帕运8月24要伫东京举办，台湾会参加倒球、柔道、游泳等4个项目。倒球有4个选手哦，选手佮教练早起嘛接受广播电台访问，来分享因准备比赛的过程。头一届坐轮椅拍乒乓，前国手江宏杰才知影有偌困难。不过伫教练听明志的指导之下，真紧就找到撇步甲美角。那如果是要左边的短球的话，你就是这样转过来再上来。听明志是2016年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乒乓 TT 5级的银牌，2018年阿帕运的银牌，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名，已经摕到今年东京帕运的资格。当初会开始接触坐轮椅拍乒乓，是因为32岁迄年发生车祸，被酒驾的撞倒。本来是先打站立的，有一次第一次出去打国际赛的时候，就是被判定又坐下来打这样。会当训练真做国手，听明志感觉日子是真充实。因教练蔡贵兰讲，拍运的乒乓分做11级，数字愈加障碍就愈大。即届还佫有 TT 4级的罗碧春，还佫有 TT 10级的陈晓文，甲林子武摕到资格。因为因要搬线无方便，而且国内疫情严重，真正选手拢分区咧训练，即马才去南口的体育大学做伙训练。他们都有机会拿牌回来啊，因为我们其实做了很久的准备，那他们就是随时想要就是上场表现自己。根据体育署的统计，到7月初6为止，台湾伫乒乓、柔道、游泳甲田径摕到8个参赛资格，因也羽球、剑道等等的项目，当伫进行外卡的作业。因为选手人数较少，8月20日会用飞轮机包仓分牌方式做伙去东京。不过所有防疫规范拢会比照东京奥运选手的规则，要来迎接8月24日开幕。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期间，关伫厝里，就爱找机会运动。伫日本有已经买100档历史的广播体操，伫疫情的期间哦，真受到欢迎。工地工人上工进前，先听放送做体操，活动筋骨。やはりラジオ体操しないと、なんかちょっと気分が乗らなかったり、体がちょっとなまってたりするところも分かんなかったりするので。公园内有一群许多人得到放送的指令做動作。で結構ストレッチも効いてますし、体が朝から伸びてスムーズに関節も動くようになって。这种广播体操在日本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一开始，1928年，日本政府是为了要促进国民的健康，由美国广播健身节目所推动。逐天固定由公共电视台放送几落遍，简单的动作跟指令，大家一学就会晓，而且唔免伤大空间就当做。
真侪人拢会逐工听广播做体操。囡仔1个月比赛，7人的广播操上早，会当讲是日本的全民运动。疫情期间有人伫咧厝内办公，也是让事情甲同事做阵做体操。テレワークが多くなって孤独感を感じる人もいたと思うのですが、ラジオ体操をすることで1日1回顔を合わ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からも心身の健康のためにもラジオ体操を始めました。伫咧公园带头连的老先生讲，疫情期间更加需要运动。伊发现逐工早起来参加的人有变较侪，即马增加到250人。而且若发现些人无来，大家也爱互相关心，问看是毋是身体无爽快。广播操一做久，也变做大家互相联络感情的网络。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即马全日本有2700万人，逐礼拜至少会做2遍广播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全世界上好野人贝佐斯，今仔落嚟亚马逊的执行长哦，贝佐斯是表示讲，未来伊会专心伫太空事业。伊7月20日特别坐家己公司的太空船飞去外太空，全世界嘛拢真期待。贝佐斯伫咧亚马逊成立27周年，正式退下执行长的职务，改任董事会执行主席。57岁贝佐斯，毋但是为个人创造全球首富的奇迹，也甲亚马逊做一间大家认为无啥发展的网络主店，发展真济即马伫咧做电商物流云端服务的大公司。接落来，以董事会执行主席的身份，继续参加亚马逊重要的发展计划，推动旗下组成基金机构的运作，开更加侪时间经营因旗下的太空公司蓝源加华盛顿邮报。You see the Earth from space, it changes you. It change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planet, with humanity. It's one Earth. 贝佐斯讲，上太空是自细汉的梦想。是了执行长了第一件大代志，就是20要坐因太空公司蓝源研发的太空船上太空。We're going to fly you up into space on the very first flight. That's your. 这段第一遍的航行，贝佐斯会邀请1960年代参加 NASA 训练，所因为性别歧视无法度参加太空之旅的佛克做连愿望。今年82岁佛克也创上太空年纪上大的纪录。也拿亚马逊执行长的职务，是由贝佐斯重要的干部贾斯接。贾斯自从1997年哈佛商学院器官研究所毕业了，就加入亚马逊。亚马逊的云端运算服务部门就是伊创立的，是亚马逊重要的营收来源。未来贾斯会继续推动远古医疗服务甲卫星网络的计划，扩大云端服务的事业。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